带小娃娃看牙齿的一天。好呀，这是涂氟喽。儿童涂氟进行时，小娃娃还有点小紧张。地铁好黑呀！医生阿姨超级温柔的。没关系，阿姨给你涂一下啊，很棒，超级棒。软萌萌的一天。看完牙齿奖励小娃娃和我们小两口一顿大餐，哈哈，又是幸福的一天。